Hello，今日帶大家睇一個筷子基民生地段單位，近800尺2房1廳電梯樓，總價只係3XX萬，事不宜遲，即刻去騙。現在睇緊的洗手間，乾濕分離，方正飯客廳，光猛4蒸西南向，陽光入屋。廚房間隔，位置足夠。新造特大落地大花籠，景觀開揚通風，不怕局促。再來看看房間，兩間房都是兩面單邊，光線充足，房間位置足夠擺放大件家私。第二間房同樣是可以放置大型家私。房間景觀開揚望學校。多謝大家，歡迎約睇。